主后2023年9月26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善用喙舌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雅各书第3章第1节到12节。兄弟姊妹，恁中间毋通有真侪人做教师，因为恁知做教师的人会受较严格的审判。因为咱大家拢常常犯真侪错误，讲话无错误的是完全的人，伊会晓控制家己。咱用马甲姜斗伫马的喙呢，互因驯服，通控制规只马的行动。搁看，船虽然遐大只，互大风吹拍，只有用一支细细的船舵甲伊控制，驶船的人就会当照家己的意思驶。亲像安尼，喙舌是细的器官，犹阁会讲大话，搁想看觅咧，一点仔火星嘛会互规个树林拢烧去。喙舌是火。伫咱的身体中，喙舌是邪恶的世界，会污染咱规身躯。即个火是对地狱点倒的，会互人规个人生消灭。人会当制服逐种野兽、飞鸟、虫豸甲鱼类，其实嘛已经甲因拢制服啦。毋过，无人会当制服喙舌，喙舌是无人控制袂牢的邪恶，充满致命的毒。咱用喙舌学讨主，咱的爸，嘛用喙舌咒诅照上帝家己的形象所造的人。感谢甲咒诅的话，拢对同一个喙出来。兄弟姊妹，安尼是无应该。对同一个泉源，竟会冲出甜的甲苦的水。兄弟姊妹，无花果树竟会生柑仔，葡萄树竟会生无花果，咸的水源嘛袂出甜的水。善用喙舌。言语对家己和别人生活的应对进退，拢有深远的影响。雅各书作者表明，伊无鼓励侪人做教师。做教师的需要常常伫会议面顶来教示人，伊也会为着安尼受到搁较大的检验，因为人拢无法度完全伫言语无过失。作者使用3种类比，说明言语的影响力深远。喙舌是身躯器官的微小部分，伊的影响却是甚大。伊列举马甲姜甲马、大甲船、火甲树林等3种生活可见的经验，来证实口舌言语的影响真大。马的甲姜虽然细，却会当操控马匹；船舵虽然细，却会当操控大船的方向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。甲姜和船舵体积虽然细，却会当操控邦连大物的进退甲方向。喙舌伫人体的比例也是安尼，虽然微细，却有真大的影响力。马的牙权还是船的舵，拢是在形容控制得宜的重要性。船舵控制得宜，才会当
稳妥朝向明确的目的地。用安尼说明，一个人必须爱将家己的喙齿控制好，才会当甲别人有合宜的关系。前两个譬喻算是中性的描述，第三个是负面的描述。作者甲喙齿譬喻做邪恶的世界、地狱的火和致命的毒气，指出人有各种能力，通制服世界的各种动物，却无法度制服家己的喙齿。人有能力去控制外在的动物，却无法度控制家己内在的喙齿。伊是控制袂牢的邪恶，充满致命的毒气，毋但伤害别人，也互家己陷入罪中。喙齿拄亲像火共款，是人内面上邪恶的肢体，无人通制服，却会污染全身，毁灭咱美好的人生。讽刺的是，同一支喙，却会当发出两样截然无同的话语，一边称赞上帝，一边却搁诋毁有上帝尊贵形象的人。这是虚伪矛盾的行为，亲像叫无花果树生柑仔，葡萄树结无花果，以及水泉同时发出甘甜苦涩两种水质的水。话语的表达和意图，拢是出自内心。言语是毋是表里一致、真诚、良善，拢对成果检验。教会信仰团契的成员常常有深入的分享，搁较需要管制家己的喙齿，坚守言语的分寸，对私密的事大倒毋通抱用。特别是做教师教导人的，伫言语顶面搁较需要谨慎精准，爱讲出诚实一致的话语，若无误会别人，也伤害家己。当一个人无用诚实的心讲话，就加着欺骗的成分，就会掀起纷争。表面上讲甲好听，阁袂挑战符合伦理道德甲信仰标准，毋过实际上并毋是出字疼。安尼的话语无法度带来教导的果效。邪僻的话语袂当为生命带来益处，只有伤害。恳求至悬的上主教示咱讲出合宜的话语，互咱会当安慰忧伤的人。愿咱会晓管理家己的喙齿，讲造就人的好话，互人得到益处，互家己的生活变甲搁较美好。默想，一喙挂双指，伫信仰团契常常造成极大伤害。愿主保守我的喙齿。一喙挂双指，伫信仰团契常常造成极大伤害。愿主保守我的喙齿。咱来祈祷，上主啊，求你管制我的喙齿，固守我的喙唇，教示我善用你的话语，鼓励人、祝福人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